歌神張學友喺步入樂壇第2年開始就挑戰演技、歌影雙線發展，更加曾經5次同金像獎影帝擦身而過。提名最佳男主角嘅作品分別有《喋血街頭》，我哋就好似蒲公英咁啫，俾啲風一吹，飄到去邊就喺邊度生根，我哋都孤兒。身邊緣人，男人40。想介紹下呢個人，佢叫林耀國，係一個國文老師。仲有幾日佢就40歲。其實呢個人好平凡，甚至可以用個悶字嚟形容佢。直至嗰日，月滿軒尼詩，慳西施啊！我有男朋友，咁再台相睇，佢笨吉嚟噶。你飛我係啱嘅，我好中意同你一齊。金雞兒，我學你啊嘛，喺魚蛋檔做嘢咯。雖然每次都同金像獎擦身而過，但係佢今年憑住暗色天堂第6度角逐金像獎影帝，真係可喜可賀啊！我哋唔講清楚佢，邊個都冇離開呢度。日前佢出席電影的張學友與張學友的電影座談會嗰陣，大談多年嚟拍攝電影嘅點滴，而喺座談會上面亦都播放咗一啲學友以前所演嘅電影。睇翻呢啲畫面，回憶即刻湧現，連學友都話電影真係影響佢好多啊！因為電影邂逅咗太太羅美薇，因為電影亦都邂逅咗唔少朋友，而因為電影佢遇到一生中令佢最深刻嘅導演王家衛。有一場戲做一個好簡單嘅表情嘅啫，其實就係咁咯，就係咁樣。咁又係做咗60幾次，咁個分別咧就係做咗60幾次之後咧，王家衛就算啦，行咗去。咁我就好唔舒服咯。即係如果我一開始嘅時候識王家衛嘅時候，如果係即係佢已經係導演或者係佢已經係咁樣咁，我心甘命抵，或者好似偉仔咁啊，即係偉仔其實一路幫佢拍緊㗎嘛，而家都咁即係佢都係咁啦，我又覺得 OK 啊，冇所謂啊嘛。但係即係我最慘，我識嗰陣時係一個朋友嚟嘅，即係我自己分唔開啊，我自己我覺得點解你會咁樣對我嘅喂大佬？唔係啩？起碼話俾我聽你用邊個剔啊，或者我邊個剔得啊，或者邊個剔得唔得？點解啊咁樣？咁我完全唔知道。咁開始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做演員就有啲辛苦，個空間就好細。其實我想去表演，咁但係我個表演究竟乜嘢嘅表演先至？因為電影始終都係一個即係導演、演員、攝影、燈光，即係所有嘅嘢一個配合，同埋對手。咁我做緊一啲嘢，然後我唔知道嘅咧，我就好唔知點好咯，即係唔知點好咯。咁呢個係我後嚟點解即係越嚟越少同王家衛拍戲嘅原因啊。